2008年8月18号这一天，对于刘翔来说，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当他退出北京奥运会110米栏比赛的时候，为他遗憾的不仅仅是现场9万多名观众，还有更多喜欢他、支持他的人们。对，在刘翔退赛之后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对不会做出这个决定的。”我们相信他这句话。其实呢，从刘翔的退赛呢，我们也再次体会到了竞技体育这种残酷性。其实这时候我们不妨换一种思维来考虑这件事情啊，这种体育的这种残酷性呢，又何尝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呢？它让人欢笑，同时也让人心碎。在这个观众和选手共同走过的路程当中，我们一起学会了坚强。是啊，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刘翔退赛的幕后故事。8月8号晚上8点，全球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国家体育场开幕。当姚明挥舞着5星红旗步入鸟巢时，现场9万多名观众爆发出期待已久的掌声和呐喊。但此时在浩浩荡荡的中国奥运阵容中，却没有出现刘翔的身影。当天下午2点半，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5个多小时的时间，田径队的队友们就前往鸟巢为参加开幕式做准备，而刘翔却留在了国家训练局田径场，进行了赛前的最后一次模拟比赛。为了保证体能，他放弃了长达12小时的开幕活动。在2天后的中国田径队出征动员会上，教练孙海平以历史最好这4个字向媒体透露了开幕当天的测验成绩。这个结果也让刘翔有理由充满自信和轻松。没怎么准备，就像每一次大赛之前就这该怎么准备怎么准备啊，放开点比就可以了。8月16号上午8点半，刘翔来到国家训练局田径场，进行北京奥运会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近日来良好的竞技状态让他在前3栏的专项训练中表现积极，但就在起跑训练中，由于蹬踏过猛，刘翔右脚跟腱的慢性损伤突然急性爆发，赛前最后一次训练在刘翔的一瘸一拐中不得不被中断。当晚7点，刘翔和跨栏组的教练以及队友们从位于天坛的运动员公寓出发，乘坐大巴前往奥运村。而当大巴抵达奥运村时，我们的摄像机只记录到了写有刘翔名字的行李箱和正在进村的队友们，而刘翔被直接送往代表团总部接受脚部的核磁共振检查和紧急会诊。在做某一个蹬踏的动作的时候，把后面的跟腱拉了一下呢，就觉得有点不适这样呢，我们进城前安排了几位专家一块给他会诊，并且照了一下核磁那么会诊的意见呢，就是刘翔的伤病呢，就是一个跟腱只在跟骨的这个末端出现了疾病变。晚上10点半，在电视机前恢复按摩的刘翔和史东鹏共同见证了牙买加闪电博尔特9秒69的男子100米惊世新纪录的诞生。
对于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个良性的刺激和预热。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刘翔期待着5天之后，在同一条跑道上，奇迹能够再次上演。从来没见他上道之前是这个表情啊。这一枪也可能是他人生经历当中最艰难的一枪，非常困难啊。因为如果真是到了决赛了，可能就不是最艰难的一枪，但是这是第一枪，而且他的腿到底是怎么样，可能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艰难的一枪。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悬呀，看着到。哎呦，要悬！因为你只有在进场之后，上起跑器全力攻栏的瞬间，才能够给身体一定的强度。实际上，在前面热身场地的时候，一般运动员有伤的时候呢，他不会把强度加得那么大。但是你真正上了道之后，你再打封闭也好，再进行一些紧急处理也好，是没法比的啊。刘翔退出了比赛。除了响彻鸟巢的叹息，刘翔的因伤退出也引发了各方猜测和误解。中国田径队领队罗超毅、总教练冯树勇和教练孙海平在第一时间通过新闻发布会以及持权转播商说明了刘翔因伤退赛的详细经过。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么前面用冷冻、用这种喷雾什么喷了都没用，在进检录处之前，就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用了最后一个办法，就请了我们一个体育院一个副院长，他是专门搞这个按摩的，就在他局部。那么就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面，局部给他加了最大的力量，以疼来止疼。那么这个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但是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在忍着这个痛。那么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去投入这个比赛。18号晚上11点，在因伤退出北京奥运会比赛的11个小时之后，刘翔终于走出了自己在奥运村内的房间，面对摄像机，向关心他的人们吐露心声。我就觉得，因为真的奥运会挺不容易的吧，反正自己也盼了这么多时候了。从申办奥运会开始之后，特别是上届我又是拿冠军，反正就想在家门口自己能够发挥，也不是说一定要拿成名次，就觉得能够发挥出自己水平就可以了，不要留什么遗憾。但是确实自己很难去做到，脚实在是不行。我就后来就想，就是让自己彻底能够蹬那个，或者加速跑一跑，让那个跟腱坑骨地方彻底木掉。好像但是还是痛，还是很痛。你想麻木那个脚，然后扛下去是吗？对啊，毕竟说实话，这么多观众来看我，而且反正这是挺过意不去的吧。其实从今天开始准备活动做准备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脚不行了，连慢跑都疼。对啊，就是前2个星期我测验的时候还跑过12秒9几，但是今天确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搞，怎么会这样，我也不想这样的，实在是受不了，我就觉得